新多媒 Capital 958上車頻道，現在是評論報告簡要新聞。威廉博基係擴大處理語言消息及參考基準範圍，依賴不只涵蓋專業消息，不可能將辦法服跟其他消費品涵蓋在內。威廉不斷往 X 在接受新多媒應用新聞網 CNA 播客節目訪問時透露這個消息。伊指出，目前正在朝着希望設定的消息基準相當有效，大部分消息都落在參考範圍內。新報集團綜合資料庫萬年前也在遊樂水綜合資料庫推出探索與網聽醫療中心。新服務有網研究班人必須親自到綜合資料庫看診及住所，簡化附近流程，在家庭也能夠攜帶多項醫療專科去照顧。預計超過58000名病人能夠受惠。2024年，中國人口共同調查顯示，我國肥胖人口比例過去5年來增加超過2%，達到近13%。18歲到29歲共體嘅肥胖率幾乎翻倍。調查也顯示，大約15%嘅國人經歷心理健康情況欠佳。在18歲到29歲嘅年輕成人之中，4%會表示面對心理問題，但是因人嘅問題尋求幫助。不防播心理數碼氛圍中心以更好嘅應對日益複雜嘅網絡威脅。數碼氛圍中心將整合進入最新科技中心嘅終端，並且跟網絡安全局以及公共基礎設施業者合作，加強檢測跟調查，防止政府系統跟公共設施遭受攻擊。我國能源啟動管理局歐調用批准成科公安事業，與馬來西亞沙拉越能源公司合作，由沙洲向我國輸出低碳電力。最標誌新馬兩國在能源方面嘅合作關係邁入新階段。進口低碳電力是我國為電力領域脫碳嘅主要切入之一。目前，這個領域佔我國碳排放總量嘅16%。我國旅遊業勞動隊伍5年來增加100%，由2023年2月嘅69000人增加到今年2月嘅75000人。旅遊局嘅數據顯示，單在今年第二季就有6700億旅遊業嘅相關職位空缺。通過預測，隨着更新新酒店開業，將帶來更多就業機會。簡要新聞報告完了。